點解做得太多功課嘅人會輸得最慘呢？今集會分解第三個錯誤俾大家知道。第三個錯誤叫確認偏誤啊！當你做足功課，你個腦咧就會不自覺地只揾你支持你嘅觀點嘅資訊，忽略咗反對嘅意見喎。真實嘅例子係啲咩呢？你覺得某隻科技股會升，於是你喺 Google 就揾到10個利好嘅文章，好開心啦！睇到有人話佢唔好喎，你就會諗呢條友都唔識嘢嘅。結果係點呢？你完全冇睇到佢嘅負債係創新高喎，現金流咧亦都變咗負數喎。呢啲就係致命嘅警號啦。你做功課咧唔係為咗揾真相喎，而係為咗令到自己感覺良好啦。呢個先係最致命㗎。3個錯誤咧導致3個懲罰喎。第一個懲罰係咩呢？就係高追低殺啦。你俾新聞 fit 到，一有利好就追入，一有利淡就驚到要賣啦。結果永遠都買唔到高位，賣嘅時候就係低位。懲罰2咧就係錯失良機喎。你諗得太多啦，分析到癱瘓晒，結果有好嘅公司喺一個 A 加嘅機會啦，嚟到都唔敢買，眼白白咁樣錯過咗喎。第3個懲罰咧就係信心崩潰啦。最慘係呢個啦，你花咗咁多時間，結果仲要輸錢，你開始懷疑自己，最後徹底放棄咗投資咯。努力唔俾回報，但係對一個人最大嘅打擊。今集講咗第3個錯誤同埋後果，咁可以點樣做啊？下集我會話俾大家知個正確做法噶啦，記得 follow 我哋，開埋右上角嘅鐘仔。下集我繼續同大家分享啦。想知道嚟緊嘉 Sir 點樣部署指數，加入我哋免費投資交流群組，一齊升 level。